2026東京國際食品展將在3月10號到13日日本的東京來舉行。市長黃偉綽對2023年起親自帶隊來參展，連續3檔簽約的訂單不但一檔比一檔來提升，去年竟創下將近5億的好成績。上午展前記者會，在個濟業者代表的出席小廳，希望今年的訂單能夠再突破去年5億以上。2026東京食品展即將盛大開幕了哈，這個是世界3大食品展之一，那能夠讓許許多多的好朋友哈，這幾年來台灣的參展有非常多的成效，台南市也是一樣。那尤其我們很多農特產品主動出擊，這幾年不但沒有產生什麼滯銷或者什麼問題，事實上農民的獲利也都增加了。那今年呢，估計起來大概有9個縣市到10個縣市會去參加東京食品展。那以台灣館來講，應該是全世界的第2大規模的這個國家館。今年的這個參展的項目品項非常多。那這個我們會挾着過去這個東京食品展的豐厚的成果，記得如果沒有記錯的話，去年大概有5億的這個銷售額接到5億的訂單。今年也希望能夠有更好，開出更多的佳績，更好的紅盤。市長表示，因為今年拄好遇到 WBC 棒球比賽的期間，因為機票甲熱帶數，整個參展的成本提懸。不過台灣還是有將近10個縣市來參與。台灣館的規模可以講是會展當中第2大。台南館嘛將以着玩味台南的品牌行銷，讓世界看到台南農業的多元價值甲着競爭力。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。